富、工作、伴侶、子女、父母、健康、個人成長，每個板塊我稱之為一幅陰陽燭圖啦。入邊都會放個笑哈哈。呢度打岔一下先，所謂笑哈哈咧，就係指撻着自動交易程式嘅意思。你即使咧起身咧唔用思考咧，每日都會完成嘅自動喺呢啲板塊度咧進行緊 automatic trade，而你一直都唔覺入邊有好多參數，你只係改咗少少，因為你入邊內在嘅程式係自動經歷緊每一幅圖，每一次做決策全部都係內在嘅因素去決定。咁而呢個因素決定啦，喺咁多個板塊入邊，你要成功咗啦。如果你唔成功嘅話，肯定就係 EA 有問題。咁你要點樣深度覺察先睇到入邊嘅爬蛙參數，而你又真係改變得到佢咧？坐低靜心打坐睇到入邊嘅嘢。又有另一個方法就係旁觀者清，你揾到一個足夠強大，幫你二次生命改造嘅另一個伴侶，睇到你身上呢啲嘢，話翻俾你聽，原來佢有另一種 trade 法。我係 Wing Sir，一個研究咗量化交易策略好耐嘅投資人，嚟我嘅分享會，打開財務自由嘅大門。